爱拜会食草的济公。你敢知影拜济公吼是会当家求什么咧？是求财还是求学业？来60秒的时间，拜这讲会当解救什么哦？你应该知。应该是救学业，是安怎讲？安怎讲咧？因为吼，我是感觉，虽然讲吼，我也捌演过济公啦吼，但是你讲求财吼，我是感觉讲，较一般。因为比如书法有李修缘嘛，吼，啊李修缘哦，其实伊嘛是读册的人，所以我感觉哦，应该是要求学业啦。哦，嘿。唔对，济公生呢，强要甲你拍下床啊！啊，你若艰苦哦，咱讲的艰苦包含这个身体艰苦，加咱欠钱财嘛，哦，啊嘛会去甲拜啦。啊，你若拜济公，有可能伊就会想你，互你会有机会通发财啦。